近日79歲高齡嘅秋官鄭少秋喺新劇拍攝現場突發意外，不慎從4米高嘅布景洞內失足跌落，右側膊頭重重着地，面部被刮傷，鼻梁撞到青紫腫脹。現場嘅工作人員見狀緊急叫停拍攝，第一時間將其送往將軍澳醫院急救。後來因為傷勢反覆，出現頭部疼痛以及頸椎麻痹嘅症狀，被緊急轉介至到養和醫院接受進一步嘅檢查同埋治療。更加令人心噏嘅係，有媒體爆料稱，鄭少秋入院之後深知自身嘅傷勢不明，疑似已經私下立下遺囑。消息傳到鄭欣宜嘅耳中，佢火速趕往醫院，見到病床上嘅父親當場哭成淚人，一度情緒崩潰到無法言語。要知道，鄭欣宜同埋鄭少秋嘅父女關係係直到近啲年先至逐漸破冰緩和。如今呢一場突如其來嘅意外，唔單止牽動住大眾嘅心，更加令到呢一段遲嚟嘅親情面臨終極考驗。為何父女兩個隔閡咁多年？鄭少秋當年對鄭欣宜嘅疏忽，係咪從佢同沈殿霞嘅恩怨有關？而呢一份疑似曝光嘅遺囑，又會唔會將鄭少秋嘅遺產引向何方？鄭欣宜盼咗幾十年嘅父愛，最終可以以一份遺產畫上句號嗎？放喺幾年前，冇人可以估到鄭欣宜會喺父親嘅病床之前崩潰痛哭。早年間兩個人嘅關係一度降至冰點，甚至喺公開嘅場合形同陌路，連基本嘅問候都顯得格外生疏。父女兩個關係之所以唔好，就要提到沈殿霞啦。當年嘅沈殿霞係香港娛樂圈嘅大姐大，憑借住《歡樂今宵》等經典節目家喻戶曉，人脈同埋資源遍佈圈內。而彼時嘅鄭少秋只係一個剛剛嶄露頭角嘅新人，雖然有顏值同埋天賦，但始終缺少一個走紅嘅契機。兩個人嘅相識源於一場意外嘅分手信轉交。沈殿霞受好友深深所託，將分手信交俾鄭少秋，卻喺安慰失意嘅佢嘅過程中，漸漸生出咗情愫。之後為咗扶持鄭少秋上位，沈殿霞動用咗自己所有嘅人脈同埋資源，仲幫佢接下《書劍恩仇錄》、《楚留香》等經典劇集，都為佢爭取主題曲演唱機會，再到陪佢去台灣跑宣傳、拓市場。沈殿霞就好似鄭少秋嘅經紀人同埋保護傘，默默為佢鋪橋搭路。即便外界紛紛指責鄭少秋食軟飯，沈殿霞都毫唔在意，一心只諗住同佢好好過日子。為咗留住鄭少秋，已經42歲、身患心臟病同埋糖尿病嘅沈殿霞，冒住生命危險高齡產女，喺1987年剖腹生下鄭欣宜。本來以為女兒嘅出生可以穩固兩個人嘅感情，但沈殿霞估唔到，早喺佢懷孕之前，鄭少秋就已經喺劇組同演員官貞華暗生情愫。呢一段婚外情早就已經為佢哋嘅婚姻埋下咗致命嘅隱患。喺鄭欣宜出生僅8個月嘅時候，沈殿霞始終都係發現咗真相。面對鄭少秋嘅矢口否認同埋敷衍逃避，佢心灰意冷，最終選擇咗離婚，獨自承擔起撫養女兒嘅責任。離婚之後嘅沈殿霞將所有嘅愛都傾注咗喺鄭欣宜身上。佢唔單止要忙於工作賺錢養家，仲要悉心照顧女兒嘅飲食起居。即使身患重病，亦都從來未讓鄭欣宜受一點委屈。為咗令到女兒將來可以獨立生活，沈殿霞喺臨終前特意立下遺囑，將自己價值6000萬嘅遺產設託信納基金，規定鄭欣宜喺35歲之前，每月只可以領取2萬嘅生活費，其餘嘅部分需要等到佢心智成熟之後先可以繼承。呢一份睇似狠心嘅遺囑，藏住沈殿霞對女兒最深嘅牽掛同埋保護。而鄭少秋喺同沈殿霞離婚之後冇幾耐，就轉頭同官貞華登記結婚，對方隨後退出娛樂圈，幫佢生咗鄭詠欣、鄭詠希兩個女。對於鄭欣宜呢一個女，鄭少秋則顯得格外疏忽同埋冷漠。呢一份疏離，成為咗鄭欣宜心中永遠嘅刺。2008年，沈殿霞因為肝癌去世，喺佢嘅追思會上，好友鄧光榮當眾發難，直指鄭少秋對沈殿霞母女不負責任，要求佢上台俾大眾一個交代。台下嘅鄭欣宜一邊要承受住失去母親嘅痛苦，一邊仲要喺契爺同埋父親之間周旋。佢強裝鎮定咁樣為父親解圍，講一切都係誤會。但落台之後，佢卻主動同埋鄭少秋調換座位，全程冇交流冇擁抱。喺獻花嘅環節更加係刻意避開咗父親嘅問候。
呢一場追思會唔單止令到鄭少秋負心漢嘅標籤徹底釘死喺公眾嘅心中，更加令佢同埋鄭欣宜父女嘅關係降到冰點。此後多年，兩個人幾乎斷咗聯繫，而呢一場持續多年嘅隔閡，更加直觀體現喺鄭少秋對4個女天差地別嘅態度上。同樣係親生女，鄭欣宜始終係最唔受重視嗰一個。鄭少秋一生共有4個女兒，分別係同第一任妻子盧慧如生嘅鄭安儀，同沈殿霞生嘅鄭欣宜，以及同埋官貞華所生嘅鄭詠欣、鄭詠希。對於大女鄭安儀，鄭少秋嘅態度同樣涼薄。兩人因為早年嘅婚姻破裂，幾乎切斷咗所有嘅聯繫。鄭少秋僅承擔咗鄭安儀大學之前嘅學費，畢業之後就再冇來往。多年之後，鄭少秋喺採訪當中問及呢一個女嘅時候，竟然輕描淡寫咁樣表示，供完佢上大學就冇聯絡啦，喺街度撞到可能都唔認得。呢一份冷漠最終釀成咗無法挽回嘅悲劇。2023年，鄭安儀喺美國結束生命，消息傳嚟，鄭少秋經歷咗白髮人送黑髮人嘅痛苦，但呢一份遲嚟嘅悔恨，始終彌補唔到佢對女兒半生嘅疏離。而對於官貞華所生嘅2個女鄭詠欣、鄭詠希，鄭少秋就顯得格外上心同埋痛愛。佢唔單止經常陪伴2個女出席活動、外出遊玩，仲會主動分享佢哋嘅生活日常。喺公開場合提及2個女嘅時候，面上總係露出幸福嘅笑容。同樣係女，點解鄭欣宜會被如此區別對待？有人猜測係因為鄭少秋對沈殿霞嘅愧疚轉化成為咗逃避，佢唔願意面對鄭欣宜，因為呢個女嘅存在時刻提醒住佢當年嘅背叛同埋不負責任。亦都有人認為係官貞華嘅枕邊風令到佢對鄭欣宜刻意冷落，為咗維繫自己同新家庭嘅關係，佢選擇咗犧牲與鄭欣宜嘅父女情。無論真相如何，不可否認嘅係鄭少秋嘅偏心俾鄭欣宜嘅成長帶嚟咗難以磨滅嘅傷害。鄭欣宜曾經喺採訪中自爆，自己喺最困難嘅時候身上僅有26港元，即使陷入如此嘅困境，佢亦都從來未諗過向父親求助。喺佢減肥蛻變、事業起步嘅關鍵時期，鄭少秋亦都從來未給予佢任何嘅幫助同埋支持，反而喺佢遭遇輿論攻擊、陷入抑鬱低谷嘅時候選擇咗沉默。直至到鄭欣宜憑借住自己嘅努力喺樂壇站穩腳跟，鄭少秋先至開始主動靠近女兒。呢一份遲嚟嘅關心，究竟係真心嘅愧疚同埋彌補，定係礙於輿論嘅壓力刻意作秀？事實上，父女2個嘅關係可以喺近啲年破冰回暖，背後既有鄭少秋晚年嘅心境變化，亦都藏住鄭欣宜嘅包容同埋成長。此外，鄭欣宜嘅事業成功，亦都令到鄭少秋對呢一個女刮目相看。從早年被嘲笑嘅肥妹，到減肥蛻變之後成為勵志偶像，再到憑借住女神等歌曲爆紅，喺紅館開唱拿下叱咤女歌手金獎。鄭欣宜用自己嘅努力撕掉咗沈殿霞女兒嘅標籤，證明咗自己嘅實力。對於鄭少秋而言，女兒嘅成功唔單止係家族嘅榮耀，更加令佢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驕傲。呢一種驕傲亦都令到佢更加願意主動靠近女兒，修復呢一段破碎嘅父女情。但係即使呢一段關係有所緩和，2個人之間嘅隔閡始終都係無法徹底消除。有知情人士透露，鄭欣宜同鄭少秋嘅聯繫大多只係表面嘅問候同埋寒暄，佢好少會向父親傾訴自己嘅心事，亦都從來未真正融入過父親嘅新家庭。而眼前呢一場突如其來嘅意外，唔單止考驗住呢一份脆弱嘅父女情，更加令到鄭少秋嘅遺產分割問題浮出水面，成為大眾熱議嘅焦點。隨住佢疑似立遺囑嘅消息曝光，最受關注嘅莫過於鄭欣宜可唔可以借住呢一份遺囑得到父親遲來嘅重視。作為香港娛樂圈嘅老牌巨星，鄭少秋出道咗多年，拍攝咗《楚留香》、《書劍恩仇錄》、《戲說乾隆》等眾多經典劇集，發行咗多首熱門嘅歌曲，積累咗不菲嘅身家。據媒體估算，鄭少秋嘅個人資產至少喺數億港元以上，其中包括房產、存款、版權收益等多個方面。按照香港嘅遺囑繼承法規定，配偶同埋仔女均為法定嘅第一順位繼承人，有權平分繼承遺產。
鄭少秋嘅現任妻子官貞華尚在人世，3個女亦都均有繼承權。從法律嘅層面而言，鄭欣宜理應獲得屬於自己嘅嗰部分遺產。有業內嘅人士分析，鄭少秋晚年經歷咗大女自我了斷嘅悲劇，又同鄭欣宜修復咗關係，佢大概率唔會喺遺囑當中刻意冷落鄭欣宜，反而可能會出於愧疚給予佢一定嘅補償。亦都有網友猜測，鄭少秋同埋官貞華結婚多年，感情深厚，又十分痛愛2個小女兒，佢嘅遺產大概率會以官貞華為主，2個小女兒為輔。鄭欣宜可以分到嘅份額或者並唔會太多，畢竟喺鄭少秋嘅晚年生活當中，陪伴喺佢身邊嘅始終係官貞華同埋2個細女，而鄭欣宜雖然同佢關係有所緩和，但係始終仲係未能夠成為佢生活嘅重心。截至目前，鄭少秋嘅經紀人尚未對立遺囑嘅消息作出回應，鄭欣宜亦都未公開露面接受採訪，但無論事情如何，都希望有一個圓滿嘅結局。